非分之罪由黃心偉 Amy 姐監製，由6月29號開始播，7月底終於嚟到結局。當中6個獨立單元故事都有極高嘅討論度同口碑，未到結局已經連續2星期榮登 TVB 收視冠軍。劇集其中一個特色係每個單元都係改編自唔同嘅真實案件，展現出現實比戲劇更荒謬。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呢6個單元嘅原型案件。先講而家熱播緊由阮浩中、劉佩玥、余詩婷、何佩嘉演出嘅恐怖情人。非分之罪嘅單元6恐怖情人改編自2012年美國轟動全球嘅戴夫柯柏爾案，又稱網戀致命誘惑案。當時啱啱回復單身嘅美國男子 Dave 透過網絡認識2名女子，分別係 Liz 同埋 Carrie， 仲先後同佢哋2個拍拖。某一日 Carrie 離開咗阿 Dave 嘅住所之後神秘失蹤。喺之後幾年入面， Dave 同佢嘅屋企人甚至佢嘅前妻都接連收到數以萬計嚟自 Carrie 電話號碼同埋電郵嘅惡意恐嚇同死亡威脅。Carrie 甚至放火燒毀情敵嘅寓所，行徑極度瘋狂。呢場長達數年嘅連環騷擾，真相竟然令人毛骨悚然。警方多年追查之後發現，真正嘅 Carrie 早喺失蹤當日已經俾阿 Liz 殘忍咁殺害同埋棄屍。多年嚟無孔不入嘅恐怖短信、瘋狂跟蹤同埋縱火，都係 Liz 一人分飾兩角，冒充死者做嘅。佢費盡心思，企圖將死者 Carrie 妖魔化，成為一個恐怖情人，藉此可以名正言順咁返到阿 Dave 身邊守護佢。Liz 最終喺2017年被裁定謀殺同縱火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呢一宗病態情殺案先畫上句號。呢單恐怖嘅情殺案後嚟更加被改編拍成真實嘅犯罪紀錄片《網戀致命誘惑》，2024年喺 Netflix 上映，引發全球熱議。跟住由單元1開始講落去，由吳啟華、戴祖儀、由嘉欣主演嘅《無念女屍》改編自2015年轟動一時嘅淺水灣無證混血少女墮樓案。當時一名15歲英非混血少女由淺水灣豪宅高處墮下身亡。警方調查時發現，死者同14歲細妹從未申領出生證明及身份證，甚至冇去過學校同醫院。2個人一出世，父親就唔俾佢哋出街啦。死者嘅父親係英籍跨國保險公司高層。阿媽係菲律賓籍嘅前家庭傭工，佢哋喺香港一齊生活多年，但係就冇正式註冊結婚。據悉，女方當年完咗約之後就冇返到菲律賓，反而選擇喺香港預期居留，隱居喺男方嘅寓所，仲秘密生咗2姊妹。為咗防止身份曝光，男方索性唔幫2個女申領出生證明，亦都冇安排佢哋入讀學校，2個女淪為無證隱形人。不過父親依然提供優質生活，除咗安排私人補習，仲培養佢哋學習馬術。當時有指死者疑似係因為身份問題，冇得離開香港啦，又冇得過正常生活，而鬱鬱不歡，最終選擇喺住所墮樓離世。當時有報道指死者母親其實喺菲律賓早已結婚，但係丈夫經常飲醉酒，又搞婚外情。奈何菲律賓受到宗教所限，離婚嘅程序極其複雜，費用又高昂，令到佢難以展開新生活。直到2014年，對方去世之後，死者嘅母親先有機會重獲自由，同埋計劃結婚。第2單元石棺禁戀故事藍本就係2016年轟動全港嘅荃灣工廈石棺藏屍案。
呢一宗慘案發生喺2016年荃灣灰窯角街工廈，一名28歲男死者喺單位內遇害，懷疑俾人以哥羅芳迷暈後殺害。死者遇害後，眾人喺屋內商議藏屍奇招，最終決定製造石棺移走。眾人喺 YouTube揾影片學習點樣調配混凝土，買齊材料之後喺單位裡面加工，足足用咗幾日。期間屍體已經開始腐爛發臭。眾人將屍體放入混凝土之後，因為石棺太重，根本入唔到 lift。期間不斷滲出血水，最後4人決定集體潛逃台灣。後嚟其中一人偷偷離開，向台灣警方求助，並聯絡上香港警察。回港初時亦都被檢控，後嚟獲撤控，轉作控方證人。3名被告喺台灣被遞解出境，回港被捕。案件當年喺高等法院進行審訊，全港矚目。由於經法醫驗屍之後，發現屍體多個器官已分解，難以確定實際死因。經過漫長嘅審訊，最終3名被告中只有1人謀殺罪成，其餘2人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係誤殺罪成。第3單元1億殺機改編自2023年轟動全台灣嘅5億高中生墮樓案。一名剛滿18歲姓賴嘅高中生，因為繼承咗生父留低嘅30幾筆市值高達5億元嘅新台幣房地產，招來殺身之禍。呢位5億高中生被起底原來係亂倫所生，佢阿媽當年同名義上嘅爺爺發生不倫關係而生咗佢。換言之，少年嘅爺爺其實就係佢嘅親生父親。呢一筆天價遺產正係佢從呢一位爺爺兼生父手中繼承而嚟嘅。案發喺2023年5月，呢一名遺產繼承人同一名姓夏嘅地政士助理登記同姓結婚，但僅僅2個鐘之後，就喺夏男嘅住所由10樓離奇墮樓身亡。大廈閉路電視影到夏男事後換衫變裝，而且刻意唔搭 lift 改行樓梯。夏男面對警方盤問時表示，沖涼之後就唔見咗賴男嘅蹤影，更加辯稱當時係為咗避免搭 lift 時手機冇信號，所以先會行樓梯。雖然夏男嘅殺人罪最終因為證據不足不獲起訴，但係法官認定2個人毫無同性結婚嘅爭議，連結婚證人都係臨時同埋隨機揾返嚟嘅，純屬圖謀龐大財產利益。最終夏男被判偽造文書罪，判處1年6個月徒刑。台灣法院亦都裁定2人婚姻無效。夏男徹底喪失咗呢一筆5億天價遺產嘅繼承資格。第4單元危險遊戲改編自2017年震驚全球嘅金正男行刺案，案件原型係已故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嘅長子金正恩阿哥金正男被行刺一案。2017年2月13號，金正男身處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準備搭飛機前往澳門。當時佢喺機場候機嘅時候，2名女子突然走近，向佢嘅面部施襲，過程僅僅5秒。得手後，2個人分頭逃離現場。金正男當時頭部感到劇痛，幾乎暈倒，自行向機場職員求助，但係喺送院途中身亡。驗屍報告證實，金正男死於被聯合國禁止嘅化學武器 VX 神經毒劑，遇襲後短短15至20分鐘就會毒發身亡。最令人震驚嘅係2名女子落網之後極力否認謀殺，堅稱係受到欺騙，以為自己係受僱於參與拍攝整蠱人嘅電視節目。第5單元骯髒的子彈改編自2010年美國348號訪密室殺人案。
2010年55歲嘅 Greg 入住德州一間酒店嘅348號房，當晚佢喺房入面睇戲，突然間受到致命重擊而倒斃。警方到場發現房內毫無闖入痕跡，而且財物完好，加上死者身體表面幾乎冇明顯傷口，初時判斷係突發疾病離世。但係驗屍報告揭露死者內臟遭受創傷，法醫亦都發現佢嘅右心室有一個詭異嘅小孔，應該係死於非命。負責案件嘅警官排查咗所有同 Greg 有過接觸嘅人，眾人都有不在場證明，而且缺乏殺人動機。案件一度演變成懸案。後嚟私家偵探深入調查，發現348號房嘅牆上面有一個極唔起眼嘅凹痕，繼而揭發隔離349號房牆上有一個被牙膏粗糙修補過嘅彈孔。原來當晚隔離房嘅住客曾經進行聚會飲酒，其中一人嘅手槍意外走火，子彈穿過牆壁奪走咗阿 Greg 嘅性命。當時佢哋以為走火冇傷到任何人，又怕被酒店發現破壞公物，所以隨手用牙膏填平彈孔掩飾。最終一人被判監10年，揭開呢一宗極度無辜而且荒謬嘅過失命案真相。好啦，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唔知大家喺6個單元入面最中意邊一個單元呢？記得留言話俾我知，中意呢一條片嘅俾個 like 我，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次再見。